约翰福音十一章25到45节。约翰福音十一章25到45节。白话字的圣经是伫11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稣甲伊讲：“搁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也搁要活。既然我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嘛？”伊甲伊讲：“主啊，是啊，我已经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囝，就是来入世间的。”讲煞就转去暗前，叫伊的姊妹玛利亚讲：“先生来啊，得叫你。”玛利亚听见，紧紧起来去就近伊。一碟耶稣也未入乡舍，也伫马大接伊的所在。遐个甲玛利亚伫厝内伫安慰伊的犹太人，看见伊紧紧起来出去，就缀伊拍算伊要去亡人啼哭。玛利亚到耶稣所伫的所在，看见伊就拍入伊的骹，甲伊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耶稣看见伊啼哭，佮甲伊三甲内的犹太人也啼哭，就真切心，佮大怒乱讲：“恁下伫伊伫什么所在？”因就甲伊讲：“主啊，来去看。”耶稣拉目屎，犹太人就讲：“你看。”伊听即人到安尼，其中有个讲：“伊捌开什么人的目睭，敢袂互即人无死嘛？”耶稣搁切心到亡人迄个墓的石洞有一块石塌下地。耶稣讲：“刷开迄块石，死人的姊妹马大甲伊讲：“主啊，打草啊，已经是4日啊。”耶稣甲伊讲：“我敢无甲你讲，你若信会看见上帝的荣光嘛？”因就刷开迄块石，耶稣举目望天讲：“爸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你常常听我，独我讲安尼，是为着周围得徛的证人，互因信你找我。”讲煞就大声嚎叫讲：“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手骹十步，面包筋。耶稣甲因讲：“透开，互伊行。”就近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代志，侪信伊。以上，这是咱来请本堂余牧师来讲道，要讲道的题目是掌管生死的主。请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掌管活命、掌管死亡的主。主，阮的生、阮的死，拢伫你的权柄的下面。透过你的话，互阮认捌你的权能；透过你的话，互阮感受到你的活命；透过你的话，互阮看见上帝的荣耀。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行出来的时阵，阮拢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今仔节就平安。咱会记伫8月伫顶礼拜，咱牧师透过信息甲咱讲啥物啊？8月的信息是认捌耶稣的权能，所以咱对第一礼拜、顶礼拜有听到啥物？神甲鬼就是魔鬼撒旦的交锋，还是讲交战吼？所以咱透过顶礼拜，当耶稣伊40日的禁食2日的禁食祈祷了后咱有看见引带到伫旷野有3个试探，3个诱惑，会记袂？头一个是啥物？腹肚枵的时阵要安怎？爱食魔鬼撒旦伊就安怎用？不你若是上帝囝，你会通将石头甲变做啥物？变做食物变做饼好就是会通食。第二，咱看讲伊将耶稣带到伫圣殿的外头，叫伊
无说吼，你跳看觅看上帝找使者，甲你的骹扶袂袂，互你袂得着手，互你袂伫遐来受伤。第三个会记要，佮甲带到伫悬山的所在，互伊看见世间的荣华，就是荣华富贵，互伊看总是一个动作就好。你若拜我，你甲我拜者，拢互你，毋免遐艰苦。顶是伊个，迄足艰苦的，小可有针插着，咱就感觉足疼个。何况用钉对迄个手，还佫有受枪伫遐来插伊的血的，遐尔艰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透过即三个试探诱惑，耶稣拢用啥？用上帝话掠上帝做中心。魔鬼就是讲，你用你做中心就好，你用你家己较赢过上帝，你家己的主张，你家己的决定来赢过上帝，要互你的旨意伊的心意。最后耶稣用啥？上帝话伫遮来抵挡魔鬼撒旦，着敬拜主你的上帝，毋是拜你啦。然后撒旦入去所以魔鬼撒旦离开咱看见耶稣开始就出来传福音。透过遮个试验，咱看见耶稣头一遍来展现出上帝话是咱的规律，咱的观念。第二，咱今仔要透过掌管生死的主，伊是咱的活命甲咱的死无的掌管者透过这段圣经鼓励咱因为咱对25节看到45节已经足长啊若你有时间转去对第1节开始看，你就通看伊讲整个这个故事伊的前后文是咧讲啥物好，咱透过这段圣经要帮助咱耶稣路安怎死，安怎过活，到底耶稣互伊过活要提醒咱啥物？到底耶稣通过这个死无的事要警醒咱啥物？帮助咱会通明白，伊有赢过死无关系的困难，叫人会通对死过活。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互咱认捌耶稣的观念，伊是生命的主，也是赢过死无的关系的主。早起华语礼拜了，有一对无道的夫妇来到头前，牧师为伊祝福来祈祷。我阁问伊，你有要爱啥物？上帝要为着你来赐福的无？伊讲爱产业，爱儿女，感谢主，牧师为伊祝福。因为咱的主耶稣是互无变做为主，阿门。咱的主是互迄个恶情的事得着当行通顺遂的主，阿门嘛。所以咱有看伊讲，互迄个无变做为上帝，今日也要透过你我的性命，伫遐来展现出耶稣基督的观念过去3天伫台北有上课，还有带一寡兄弟姊妹青年去上课中间伫遐嘛有咧分享透过祈祷安怎互迄个袂通怀孕的上帝安怎互因伫要放弃无毋茫的中间，伊伫遐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所赐予的囝儿后代。所以我也甲即对夫妇讲，相信上帝是赏赐活命的主，相信耶稣基督是赢过死无的主。本来亲像撒拉共款，无啦，无毋茫无生囝安怎？真拼根本都无迄个月经嘛，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上帝安怎伫遐应允讲，明年即个时阵你要生一个囝。今仔到伫新约的时代，咱也看见耶稣安怎互一个死亡的列撒路会当伫遮重新搁活起来。总是咱毋是看见讲伊终生不老，较要紧透过伊活起来过程中间，要来见证耶
大的关联。所以8月吼，咱对即几遍的讲道的内底，咱要来体会，因为后礼拜就进入到伫即个农历的7月嘛吼，所以因为今年是闰6月啦吼，所以伫后礼拜，咱的民间就进入到伫即个农历的7月时啊，你就开始会看见你的厝边隔壁，也是讲社区，可能有一寡遮的中原的普渡祭司邀请好兄弟啊，伫迄个游行搁无奈中间要来举办即个嘉年即个嘉年华会啦总是伫遮咱有看到，其实阮问真侪人，因的心是倒真侪遮个惊尔为虾米爱受到遮个风俗习惯伫遐来束缚啊？为虾米无法度伫遐来讨放自由呢？所以今仔咱要透过即段的圣经，伫遮来看见即个家庭，咱也倒转去到第1节伫遐来看，讲即个伯大尼的所在有带3位即个姐弟有大姐是啥物名？马大，二姐玛利亚，甲因即小弟叫啥物名？列撒罗。请问咱知影即个列撒罗名的意义啊无？列撒罗的名的意义就是上帝是我的帮赞啊！上帝是我的帮助，上帝是我的帮赞。你知影对咱的名会通伫遐来看见咱的人生的意义啊？所以号名毋通凊彩号啦，顶礼拜有去探访一位咱的年长者咱的丹凤游兄弟97岁，哇伊讲啥物名就开始个算我的名的笔画头脑足清楚的所以伫遮甲讲的安尼算的安尼讲你得要发啦感谢主讲你无啥物缺点目前无啥物缺点互我讲讲感谢主，你足互鼓励人安尼97岁哇，头脑真清醒咱的即个地主爸爸伫遐真得到鼓励。不过伫遮咱看讲，伫圣经内底有真侪名，伊背后有真侪遮意思。列撒罗伊的名，上帝是我的帮赞。到底上帝是毋是你的帮赞？上帝是毋是成做你人生的一个倚靠所以伫过程中间，即对遮个姐弟特别玛利亚，即个玛利亚伫当时嘛会使讲是菜市仔名，你知无？即个玛利亚是对一个玛利亚呢？伊甲耶稣做过啥物代志，知无？头前有讲伊拍破迄个真贵重的油膏，所以伫遐用头毛过来切耶稣的脚，迄个玛利亚啦耶稣的老母嘛叫做啥？玛利亚所以足济，搁有莫大粒的玛利亚，足济啦即个就是住伫伯大尼，捌用伊的头章拍破迄个油盘，互迄个油抹伫耶稣伊的脚伫遐甲切。咱看见拄着家庭一个真忧伤的代志，就是伊的小弟拄着得要过午嘛如果咱若对头前看，然后因就派人去找耶稣，拜托耶稣。有人甲讲，你所听迄个得要差不多你紧去结果耶稣有随去无？奇怪，耶稣哪会安尼？牧师，我著甲伊讲你哪会无随来安尼耶稣搁伫伊所伫传福音伫做事工遐，搁住几工，搁住2工，嘿，哪会安尼啦？无你嘛较紧的，迄个1工总是伫遮咱看会讲。有当时咱用家己的想法，你来想耶稣的时间，你来想耶稣的心内咧想的，咱无法度伫遐想讲耶稣到底有啥物意思？明明都甲讲派人去遐讲就差不多强要无命得要带开安尼总是耶稣哪会无看着人？甲耶稣到伫啥？
孽杀路过往啊，到底安怎？已经差不多要臭去啊！耶稣讲来到现场，伫迄个对话过程中间，咱来看伊讲对孽杀路伊的死甲生伫遐，咱看伊对接触的人的中间，常常透过遮个临终的个别的事项，在接触遮个家属，有无共款的看见？为有信仰的，因就对即个未来有毋捌。遮个家族若有侪遮个无信的，有侪遮个禁忌、遮个惊吓，甚至家己的亲人拢毋敢活去啊，惊冲惊煞。所以伫内底，咱看讲无共款的信仰，是对未来有无共款的即个期待，也是无共款的惊吓。伫遮玛利亚因心内底有一寡遮个怨叹，圣经讲有遮个切心啊，就讲对耶稣检测有小小的一寡的埋怨，讲耶稣你哪会无爱较紧来？你哪会遐慢正来到伫阮中间？咱做伙来读来。马大对耶稣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啊！到底马大咧讲遮个代志，伊的想法是啥物？头一个就是讲，主，你爱伫现场啦，你才有法度伫遮来医治啦。第一就讲人就死啊吼，你搁来嘛无能为力啊！主兼爱在场，才会通医治伊的小弟嘛？敢是安尼？毋是嘛？耶稣会当超越迄个空间时间，伫遐来医治别人咧？圣经有例无？有啊。所以伫遮咱看马大伊的想法就是讲爱看到人啦。就是有当时讲牧师，拜托你来甲阮祈祷者，换手祈祷者，电话祈祷会使袂？敢真诶？牧师对电话祈祷会使袂？无爱毋免到现场。有其实有真济拢期待爱到现场啦。哦，不过咱来想讲，上帝伊的观念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吼。啊，若伫美国，你们叫牧师紧定去啊咧，啊坐飞机啊，对无？所以你头一个咱明白讲，耶稣的观念毋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阿免嘛？哦，所以头一个你要有相信哦，所以你的祈祷，你的亲人伫倒位，你嘛会通透过电话、透过视讯哦，伫遐家祈祷啊，哦，所以这是咱的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哦，哦，而且咱看讲，毋是干那大节，二节嘛是安尼哦，咱做伙来读来。玛利亚到耶稣所伫地的所在，看见伊就拍伫伊的骹下，甲伊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啊，两个姊妹拢共款，对无？主啊，你若伫遮吼，我的兄弟就袂死啦吼。所以伫迄个讲话中间检在，你毋知会通听出一寡遮个切心，也是讲埋怨吼。伫遮的悲伤甲怨叹，哦，主啊，你若伫遮，意思就讲你若无爱较紧来啦，吼，哦，过来咱看耶稣伫甲遮个证人，甲伊遮个家属讲，甲迄个梦照伫遐来告开。哎呀，马大讲啥？死几工啊？4工身躯会臭袂？会啊，吼，咱看即个特别若即个热天吼，哦。1工2工就臭毛毛啦，对无？哦，所以咱做伙来读来。耶稣讲，刷开迄个死人的这马大对伊讲，主啊，伊即摆已经臭，因为伊已经死4工吼，4工啊啦。为什么伊安尼讲？有特别另外一个意义哦。来，头一个就是讲，照因犹太人一般的相信想法，就讲人死了吼，灵魂停留伫伊的身躯，大概还佫有3工吼。3工了后吼，伊就离开即个身躯啊，吼，即个肉体吼，即个肉体，到伫第4工吼，意思就是讲圣经嘛真奇妙，伫遮种写4工，用4工来讲，就是透过因的想法中间要伫遮来改变，因的一个想法哦。
身躯开始朽烂去啊，无搁伫遐活开的可能性啊。所以因的想法就是安尼。所以我伫遮咧读即段圣经，为虾米耶稣要用第4天啊？其实伫因的生活的背景、生活的习俗内底有即款的一个想法，所以伊就甲耶稣讲，莫搁开啊啦，开去伊都臭啊，哪有啥物路用啦？咱来看耶稣伊因恁咧找，我嘛咧找啦，对无耶稣安怎？心内嘛真切，搁犹太人看耶稣嘛流目屎咧所以伫遮后壁讲啥？咱做下读来。耶稣看见伊离后，搁甲伊相甲来的犹太人也提口，真就切心啦。切心毋知话少年就听甲无啦我就这有人看破啦心内有一寡遮个怨叹心内有怨叹，遮个人哪会教袂会安尼心内会有一遮真正艰苦安尼咱来看讲耶稣伊面对着遮个人的病痛，伊嘛会感受着恁的艰苦啦。所以耶稣看伫遐艰苦的人，伊会感受着人的艰苦，所以伊要帮助因。第二个就是讲，面对遮个死亡的关系，你嘛足切，你真正咱会搁内底扰乱安尼第三，咱看伊讲对遐个职业的即个这咧讲啥？你知捌看过无？套路啥？拢有经验过啦哎呀，特别你知影，遐个请家己毋扣，搁开钱来叫人斗扣安尼啦扣甲搁比厝的人扣甲搁足悲哀足哀伤安尼娘咧话足济。我想恁若伫民间的信仰内底，恁就捌经过有当时看到遐个无信的嘛是安尼无像因古话嫁遐个无信者阿嬷过身的时阵，听过查某囝讲爱扣路头拄还搁有讲有笑拄开始开始哎哟娘咧话就开始安尼扣。我伫边仔看着，我感觉实在人活着讲在世一粒豆较赢安怎？较赢死后咧拜猪头所以人活着无要好伫遮来友好，尾甲临终告别的时阵，搭伫遐来扣家己扣无够，搁用钱请来斗。所以有当时伫这民间信仰过程中间，咱看伊真侪遮个啥，遮个无奈耶稣看伫遮嘛讲，恁遮个人实在嘛心内感觉真脆心所以耶稣伫迄中间来讲起一个真要紧的既然活着来信我的要永远袂死。伫遮咧讲的意思是讲爱趁着咱也活着的时阵，咱来群对主，来找求主。另外，毋是讲咱的身躯拢袂死人到伫一个坎站年岁到就爱倒转去即个是咧指咱的灵魂永远袂死的一个真要紧的提醒所以伫遮，咱看讲耶稣要提醒咱，既然活着伫遮来信靠我的就要伫遮来得到即款的永远的救恩。我一直咧透过即段圣经咧思想，有当时咱看见有的人甲活着的时阵，也是讲伊有自由意志的时阵，伊抑阁有家己会当想、家己会当决定的时阵，伊无要信耶稣。爱等甲强要安尼喘袂起来，安尼强要无咩无开的时阵讲无耶稣，迄个牧师你甲我洗礼安尼透过厝的人，也种厝的人的期待捌离个交病房开始就甲迄年长者讲为着阮爸爸来洗礼好毋好？我着爱问信耶稣好毋好对毋对？接受耶稣成做你的性命救主好毋好？袂讲袂讲要安怎？无参详讲无你用念的安尼看觅目睭毋知是拄好念，还是讲调工念安尼兄弟姊妹有当时就是真恶伫遐来吹笑，就是讲
总是我搁甲确定，哎呀好，要信耶稣啊，无你就念两下好无？啊念两下哦，就表示大家伫遐表示好啦，伊要信耶稣，啊当甲洗礼，兄弟姊妹，嘛有迄个过往嘛，无师你甲洗礼，阮即个囝吼，伊就去食一个买价，啉酒醉，互困伫车顶，吼，吐到怎啊见死啊！就拜托牧师，我讲这洗礼安尼敢有意义？伊无法度伫遮来应答啊。另外迄个工厂吼，迄个工厂主人佫惊你知无？哦，看牧师会通来甲引魂袂啦。我说我嘛勉强安尼找穿我的大礼服，哪像迄大法师去啊，是讲西讲去咧伫遐。其实就是要为着遮个活的人吼，也是讲遮无信的人，互因知影透过祈祷吼。其实嘛，有人知讲引魂人是耶稣，毋是牧师啦。所以伫遐透过安尼一个礼拜一个仪式，甲做一个祝福，透过安尼来祝福，互遮个心内有咧惊吓的中间，遮个无信的，互因知影讲信耶稣，心内毋免惊吓，遮死无会输哦。所以今仔咱透过遮个耶稣讲一个，恁若还活伫要信我的人，就永远袂死。就是趁咱还阁有活命气死，咱家己会通决定伫遐，你趁早伫遮来决定啦。所以咱教会有一个洗礼嘛吼，咱的1357、9月、11月咱每2个月拢有一遍的洗礼。咱期待吼，兄弟姊妹，我真期待讲，为虾米要互你伫活着，你家己有自由意志的心，你家己来决定嘛。因为这最要紧，迄是决定你未来你的命运嘛。你是决定你未来你的灵魂会当永远活下面，免咧烦恼100年了后，你的身后事，囝儿孙仔要安怎甲咱服侍？有拜你有通食，无拜你就做妖怪嘛。毋免去烦恼遮，耶稣来就是要帮助咱解决遮个问题，用信心伫遮来活去。所以咱有看见讲，透过即个对话中间，耶稣叫遮个厝的人，叫遮个伫迄个四周的人伫遐来将即个梦照伫遐来刷开。你知影？伫即个梦照要刷开的进程，伫提醒咱代表啥？恁遮个人代表遮个信主的人，代表遮个还阁无信的人。伫遮讲，恁将这石头甲刷开，就是咧表明讲，伫咱的心内，还阁有甚至还阁有阻挡你甲上帝之间迄个要领受你永远祝福的一个阻挡，一个窒碍嘛。另外第二个就是讲，要互遮信主的人，恁做伙来参与，恁做伙来服侍。耶稣会当手一握，互遐个石头刷开袂？会嘛，伊有迄个超自然的能力啊，总是伊无爱。伊爱互人做伙伫遮来参与，来恁来将迄个梦照伫遐来刷开。恁代表啥？遮信徒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与，互上帝奇妙的作为展现伫遮个啥？无信的人的目睭前，看见上帝的荣耀。也互遐需要的人，因伫因的艰苦过程中间来看见上帝的荣耀，互因会通感受上帝的同在。所以主欢喜，咱甲伊同工，嘛要互咱学习参与伫即个神圣的即个工作的内底，福音的时间的内底。所以头一步，主要爱咱同工，头一个就是顺服，顺服主的话啊。因若要将石头刷开，后壁就无有遮个新约基础猎杀路过活的代志嘛。所以头一个就是主耶稣要互咱经历过活的大观念，必须要顺服，然后刷开咱的心中有做遮个窒碍。有的人想讲，你要爱信耶稣，常常听一句话，我的士大人搁伫咧。捌听过无？伊讲的意思是安怎？是啥物意思？我的父母都拢拜拜啊，因咧惊咧担心就是啥？囝儿孙仔无伫遮来祭拜嘛，伊100年了后嘛。我讲你足不孝，你知无？为啥不孝？你心内想讲，我等父母过往了，我才来信耶稣。你家己得到救恩，你是安怎？毋免
即马信耶稣了，你有机会带你的父母来信耶稣，得到即个永远的福气。你互伊的未来命运是茫茫渺渺嘛。所以我提醒讲，你不好，这毋是友好呢，这是不好。所以爱互伊清楚讲，你所敬拜的即个的主是啥物款的主，是有关联的，是生命的源头，是享受活命，搁掌管死无的主嘛。所以你爱互伊清楚。所以头一个就是讲，先将咱心中迄块石甲刷开啦。刷开了，咱看耶稣就安怎用伊的话伫遮来命令。即个咧展现出啥物？创造世间的时，上帝讲啥？讲有光就有光嘛，讲有遮创造遮动物，创造遮天地万物，就伫遮透过伊的话的关联伫遐来展现出嘛。过来，咱看伊讲，耶稣上帝创造人类，用土来变做一个人，然后对伊的鼻孔来闻一口啥物？活命的气，互伊成做有啥物？有灵的活人。你有看见狗仔捌伫遐举香咧拜拜？有无？无嘛，因无迄个灵伫落内底啦。你只有看过人伫遐举香对拜嘛？就人有迄个思想、迄个灵魂体，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伊讲，耶稣透过安尼伫遮来命令，对无变做有，对迄个死，迄个新的一个活命、新的配死，重新进入到伫孽撒路的身上。所以伊伫遐命令。第二，咱做伙用即段圣经来传过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碎人，分活的气入伊的鼻孔，人就成做活的灵魂。所以，伫遐咱看讲重新恢复着伊的灵，进入到伫伊的内底，互迄个活命气息本来无开啊嘛，重新进入到伫伊的灵内底。第二，咱看甲偷开，你知影？因的梦啊，甲咱的梦是无共啊。捌去以色列看过迄个因的梦空无？捌啦吼。伊是乌一空爱入去吼，伫遐有台啊甲藏伫顶悬你若捌去，无算嘛捌去迄个埃及的博物馆伫遐看迄个法老王的木乃伊嘛。伊就是像圣经所讲的，用这布伫遐来甲填的伫遐绑的，甲抹这一寡袂香烂的油安尼咱看讲，命令伊出来，孽撒路安怎出来？行出来吗？安怎出来？跳出来啦！伊都骹绑条的，就袂行的，所以跳出来咧，阮想着讲台湾民间故事迄个僵尸共款安尼跳出来了赶紧讲，恁将即个囡仔甲偷开啦，将即个布甲偷开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耶稣要帮助咱啥？经历迄个一寡遮个关联的时阵，就是要帮助，毋是干肉体啦。心灵嘛要帮助咱对一寡遮个宗教的教条、民间信仰的遮个习俗，也是遮个字句、遮个风俗习惯，伫遐来得到透放。有当时咱活伫迄个宿命论我一出世我就注定，我就是安尼啊。所以人常常活伫我就是安尼啊，我无可能搁较好啦。就是耶稣来就帮助咱，伫耶稣内底人，你要成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这旧的代志拢要过去啊。所以这个字句、这个习俗、这个规条，拢要因为耶稣来得到透放，毋是敢若透放要搁互伊行伫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你也想象，孽撒路受透放了，伊家己会当行袂？伊家己开始会当行伫伊人生新的道路嘛，因为伊对四个伫遮完全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总是伊会搁死袂？
伊嘛会搁死啊。所以伫遮咱看讲，耶稣要透过即个过程中间，讲一个真要紧的灵魂的永远活。信靠我的人永远袂死，是咧指伫你的灵魂以后，当咱离开即个世间，煞了即个世间的劳苦，耶稣要搁来带咱，将迄个活命的灵伫遐来收倒倒去，来引带咱倒转到伫天里的祖家。透过即个过程，咱看会讲，互咱认捌耶稣是掌管生死的主宰。咱来读即段圣经来。耶稣甲伊讲：“果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犹旧要活。”耶稣伫遮咧提醒咱，就是讲，迄个果我的活命要享受互信靠伊的人哦。所以马大透过即个对的中间，伊对伊的喙底遐会做一个信仰的告白，讲我信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囝。伊做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宣告。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基督徒要宣告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吼。牧师伫洗礼时拢会常常问：你有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无？你有信无？你有相信啊无？所以这个信决定后壁迄个生甲死，迄个永活甲永死。最后咱看伊讲，上帝帮助人刷开了石头。互人会通自由伫迄个中间来得到讨棒，才会通透过信心来看见啥物？上帝的荣耀。世间人是先安怎？想要看见，然后才来相信，亲像多马，有无？这学生看见耶稣跟我，甲伊讲，伊讲毋信啦。若无我亲目看到，亲手摸着，我绝对无要相信。无偌久耶稣就出现互伊看。耶稣讲一句话，讲迄个还未看见就相信人是安怎？搁较有福气啦。所以今仔日咱看世间人是看见，敢要相信吼？你我咧，嘛要对你我讲话啊！你若相信，就要看见吼。目睭看见，无代表是真正的结局，真正的事实吼。所以伫遮讲，伫信心的内底，咱要看见，袂捌看见的。听袂捌听见的，心中袂捌想到的，拢要因为你的信靠，伫遮来看见，来听见，伫遮怎来相信。兄弟姊妹，耶稣来就是要帮助咱，互咱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伫遮讲，你若信，就要看见。有当时咱常常受到遮个环境。受到这环境的限制哦，所以若无信心，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拜六有去病院探访咱的一个姊妹吼，87岁，插骨，意识真清楚。医生嘛讲伊的年纪无济吼。较要紧，我问伊一个，伊袂讲，总是我伫遐家己对话，我啥物人迄个记忆，我游牧师迄个记忆，想一下吼。我甲讲，你毋免惊吓吼，活命拢是在伫上帝手头，伊是有信主的啦。所以我感觉伊带真大平安吼，即几工就决定是毋是要陪讲，然后互伊。看自然，也是讲自然上帝引带。所以面对着即款的艰难的时阵，咱的信仰就会当帮助咱安怎去面对。上帝有伊的心意，上帝要透过伊的奇妙作为，要互咱看见啥物？检查伊的生命的结束，检查上帝安怎伫迄个奇妙作为中间。来行奇妙事，咱拢毋知，连医生嘛毋知。虽然医生是基督徒，讲嘛讲一句交互上帝。我嘛是加上交互上帝。咱的性命拢在伫耶稣的手头。总是较要紧的，就是咱的姊妹安怎？有愿望无？有愿望。亲像耶稣讲，既然信我的人，永远袂死，就是咱灵魂有一个愿望。
离开了后，要去啥物所在？恁若看去，就要恁若相信，就要看去上帝的荣耀。所以透过孽撒路伊生命的见证，才会证人伫迄个过程中间就做信主的。咱做伙来读来。就近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代志，侪信伊啊！讲侪信伊，有当时人是透过目睭看见，到要相信。总是今仔日兄弟姊妹，特别咱遮中间啊，还阁有无道还袂洗礼，你是毋是相信耶稣是掌管生死的主？你是毋是相信？当你信靠耶稣，接受耶稣成做生命的救主，伫你百岁年老的时阵，耶稣就引带你到天堂嘅永更快乐所在。你若有深信，你对死无你就袂惊呀。就亲像保罗讲，我真正较无主来。就亲像有真侪遮年长的，有信仰真好，讲主哪会无要较早来接我？迄是因为有即个信仰，伊有看见迄个未来毋捌。伫咱生活中间，咱嘛要因为信心看见上帝互无变做有。所以我早起我甲即对夫妇讲你用信心伫遮我过，我已经带因翁仔某伫顶几礼拜决志祈祷，所以我勉励因啊，讲信靠，当心信靠，家己去经历。迄个互无变做有的主。要伫恁的中间来行奇妙事，阿免嘛。所以主是甲你相较同在主，无弃杀你的主。所以兄弟姊妹，咱最后咱要安怎伫遮来经历？下一张报。所以，互咱会通做伙伫遮来看见讲，耶稣要咱看见，透过孽撒路伊的国外事件，看见耶稣是享受生命，也是掌管死无的主。伊会互人生，嘛互人死；伊嘛互人有永远的即个灵魂的生命。所以最后咱要伫遮来回应吼，咱要来回应哦，相信耶稣是掌管生死的主，还是你相信阎罗王是掌管迄个死无的主？这是决定你未来的命运。耶稣是掌管生死的主，伊家己阁行过死亡。有阁活起来，无一个遮个宗教的教主是安尼，只有耶稣，伊是救主，毋是教主。第二就是讲，咱要怎回应？用信心，你就要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上帝的荣耀要互你经历，要互你看见。请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伫遮来讲，主耶稣，当我无平安的时阵，伫迄农历7月的时阵。我靠你，我嘛平安啊！袂去互遮个好兄弟仔惊着啊，袂去互遮个一寡祭祀的中间来影响着。扬起绿的天相相信，为了个就起比，大树的。上帝手术的
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来就是要互阮的性命得到更加丰丰富富，是永远的丰富。愿主赐阮，互阮知影讲，阮靠主无惊吓，无有啥物会当互阮甲上帝你的听过长，是死实，是关系，是刀剑，是做这患难，这拢袂通互阮甲你的听过长。因为你甲阮三个同在，阮就无惊吓，才会好兄弟啊。因为你甲阮三个同在，阮就无有做这个禁忌来束缚阮。因为主你甲阮三个同在，你永远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你的神甲阮伫地，阮就拢得到自由。愿主赐阮，互阮趁还阁有活命气息的时阵，阮来思想主你要安怎成就阮的主。互阮知影你的应允，透过信心，阮会通伫遮来得到。愿主赐阮，也你要使用阮每一个人，成做你恩典的出口管道，祝福搁较侪阮的亲人朋友，互因也伫活地时有机会来领受这个福分。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要坐进前，甲你的边仔来祝福讲，上帝拢永远甲你三个同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上帝，阮要为着你为着你掌权阮的性命，阁有国外的愿望，献上感谢。借着今仔日的圣经节，阮看见着耶稣甲阮讲，阮的国外甲活命是咧伫主，信主的人虽枉死，也久要活。阮也知相信着一定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当阮要献上你所赏赐的才能、时间、甲金钱，诚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要为着几样事来祈祷。头一个求主圣神来开咱的心窍，帮助咱认捌甲信靠耶稣是掌管生死的主。也恳求主来坚固咱的信心，互咱会通看见上帝伊的荣耀，用信心直接来。
继续守守福气，吼，遮个参加夏令营，倒转来到伫咱中间，伫礼拜日即马伫楼顶吼，或者个同学会、同乐会，或者个小朋友，甲遮个家长，咱祝福因，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来就是要叫阮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你就是迄个帮助阮甲上帝亲近的管道。我用信心来到你面前，同着福音的好处，来通针对你施恩赐福管道，帮助阮会通经历你的同在甲你的关联。我用信心来认捌你的关联，甲经历你的关联，甲针对你关联的管道。感谢主，赐阮甲阮中间有做遮无道的遮个小朋友。甲遮个家长，愿主所因，甲恁相同在，互阮会通看见教会要伫即个城市做光做盐，教会要透过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阮就是教会，阮就要针做你的光甲你的盐来影响即个世代。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先请遮个青年吼，先伫报告台先，咱先来为着因来举行即个车牌。咱的青年人要伫拜二要到伫花莲建勤教会，遮个原住民的教会也会通帮咱泰鲁阁遮个泰鲁阁中会遮个囡仔伫咧中间来参与服侍吼。求主甲因相同在伫即几工吼主的神充满，因得着圣神的开力，就是要对即个所在出去，然后呢来祝福搁较济遮个小朋友，特别要有做无信的小朋友吼，甲有遮个家长，咱望透过因的服侍伫遮来恳求上帝施恩赐福。我邀请咱做伙为着因伫遮来祈祷来祝福。咱开声来祈祷，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来祝遮个青年人来开声来祈祷。主耶稣，你要阮去将万百姓带到你面前，要互万百姓成做你的学生。我阮看见即阵的青年，因要受差派到伫花莲的所在，伫迄个偏乡，伫迄原住民的所在，来祝福遮个教会，祝福泰鲁阁中会因所办的遮个儿童夏令营。主啊，使用因成做你赐福管道。主啊，互因成做使徒，就是受差派出去，是会通影响人的，影响遮个囡仔，甚至影响遮个家长。主啊，互即个所在成做你的同在，互即个所在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透过即阵的青年人，主啊，使用因，当因互差派出去。
到伫迄个所在时阵，主你拢甲因相啊同在，互因出因入拢有主你的同在，互因讲话就有你的权柄，主啊，奉你名伫遮宣告，主啊，因地面上北的伫天顶也要困北，伫地面上头放的伫天顶也要头放，主啊，你守住因这个权柄，互因代表耶稣到伫迄个所在，这最君尊的祭司，主啊，是你分别做成的国度。愿主你透过这青年人的性命来影响这囡仔的生命。愿主所因，互因所谨慎因所讲、所行、所做、所传的，主啊，拢合伫主你的心意。愿主祝福，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搁一遍拍鼓甲因祝福的。咱即几年有到伫建琴啊，这花莲建琴教会吼，并且即回佫有包括因伫中会遮个夏令营参与伫遮个服侍吼。咱中间也透过团队部嘛有要帮衬一寡伫经费顶面来协助吼。所以兄弟姊妹，你的奉献拢诚做一个祝福，到伫遮个原住民的所在来祝福因。所以当因出去，因伫遐咧服侍的时阵，拢有咱的兄弟姊妹参与，你知无吼？所以甲你的边仔讲吼，你拢有参与伫遮个事工顶面。所以请咱继续用祈祷伫遮来为着因来代祷。咱来看本会的消息。咱9月初3要举行今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然后要设立伫8月20前，牧师甲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每一礼拜5拢有真好的一个聚会，就是祈祷会，邀请咱伫8点到9点半，咱伫7楼的祈祷这个祈祷会中间做伙来经历，看见上帝的荣耀。咱伫9月初9开始有伫拜六早起9点到12点，佫有为着青年人开这个少年家长的训练。中间咱的兄弟姊妹若有要上的，你洗礼了的，你会通伫遮来报名来参加这个训练会。咱伫今仔日佫后礼拜拢有这个夏令营的回家，就是家人的家的同学会嘛有一寡这个家长做伙来参加所以咱毋茫透过安尼互佫较侪这社区的家庭会当做伙进去到伫教会内底通得到这个福气咱伫9月初10二小这个牧区的亲子的礼拜要到伫复兴青年活动中心所以鼓励咱若有这个囡仔会当厝边隔壁若有这个囡仔会当因带因做伙参加这诚做一个关怀活动、关怀活动安尼做伙伫遮来经历有一寡这个体验教育体验活动会真趣味安尼所以透过安尼咱看这个收费拢真拢有补助就是要传福音，要引带佫较侪微信的家庭来到伫教会另外咱请咱刷卡这个名牌了后，请咱请咱甲挂开最近咱伫即几礼拜甲过去，咱的教会受到破坏有人伫顶礼拜甲昨嘛是有迄大捆的便所查甫的便所大捆的即个卫生纸总甲用伫水箱甲缀伫迄个浮球互伊水一直流出来安尼佫有人用粉屎
藏伫咱四楼的内底，已经迄个钢琴吼，互伊感谢主无收起来吼。所以咱有哪咧调监视录影带吼，监视器嘛要注意。所以即马有真侪遮个可能话无熟悉的，会入来伫咱的中间。所以为虾米爱挂名牌？吼，请你挂你的名牌，一方面会通做伙互相熟悉，吼。牧师嘛，还搁咧熟悉咱，甲牧师们拢咧熟悉咱吼。另外，第二就是讲分别出啥物人是委身伫遮，也是讲生分的人。吼，即马有当时咱无法度伫遮来管制吼，所以毋茫咱为着即件事来祈祷，教会伫复兴伫遮来进步的时阵，魔鬼撒旦嘛会做工哦。这毋是干那一礼拜、两礼拜哦，搁有注意咱随身的即个财物吼，咱的包吼，咱的背包，拢爱真注意吼。因为咱遮是公共的场所吼，所以一直牧师爱提醒咱吼，搁有已经有咧影响到咱的遮整个的安全性。毋茫为着咱遮的种植同工祈祷，互咱会通安怎想未来有一寡遮的安全性的一个设施，也是吼，或者设备等等吼。另外，咱伫即个互助社也有一寡遮新的规定，也是补助的办法，请咱家己看。补充一点，就是咱伫第7组张文正吼、张文正甲吴庆元夫妇，特别即个张文正弟兄的老爸吼，张水堂吼，伊别姓啦，这无信啦，用民间宗教信仰。所以伫8月18拜5早起9点45伫殡仪馆吼，即天德厅天德厅举行告别式吼。咱伫大岛的中间伫遮为着即对夫妇来祈祷吼。为虾米伫咧民间信仰的仪式中间有真繁杂吼？这是劳命伤财啦吼，所以互参与的人伫遐吼，迄师公来讲跪拜吼，你着爱伫遐跪拜安尼吼。咱为着咱的姊妹兄弟吼，因的信仰来代祷吼，求主来保护看顾因。牧师伫后礼拜，因为拜六礼拜也会去到花莲伫遐来看咱的福音队吼。咱来看伫咱中间有头一遍来敬拜上帝兄弟啊无？有一位吼王威二吼，威二兄弟伫后壁，咱甲欢迎一来。欢迎你，上帝祝福你吼。好，请坐，请坐。来，其他阁有无？好，若无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读两遍来做伙来。耶稣甲伊讲：，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往死，也不灭亡。约翰福音12章25节，搁一遍。耶稣甲伊讲：，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往死，也不灭亡。约翰福音12章25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401首。愿全能主上帝，愿全能主上帝。吟诗煞请尤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全能主上帝。心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赢过死无关系、掌管生死的耶稣基督，
你的权能赏赐予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因用信心来经历你的权柄，伫地里要亲像伫天里。愿天父上帝，你听来包围阮，你的听诚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互阮也诚做你听的出口。有圣神的感动，圣神上帝，求你来感动阮的心，无人会通称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你的感动、你的充满，才互人会通认耶稣基督做主，也互阮会通诚做你是阮所的管道，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密道。